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苗栗嘅明德水库系苗栗人重要嘅水源，主要系供应苗栗地区嘅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用水，还有少部分嘅民生用水。另外，一个水库嘅风景清江，也系当地重要嘅观光景点。看准嘅明德水库嘅观光胜利，已经共有800间建房嘅5星级饭店，6月份就啲也未开工嘅。苗栗县政府系请欢迎，因为做得带动地方嘅商机。不过，一间规模安泰嘅观光饭店就遇到水库嘅损耗，对环境会有两办嘅冲击。当天人又会两办看嘅。记者李一凡、吴祥平嘅采访报道。苗栗县头部乡嘅明德水库已经有37年嘅历史诶。水库上游嘅蓄水区有诱发有湿嘅树林，有丰富原始嘅自然生态。唔但将本水库保有稳定黏黏嘅水，也上来青岛嘅观光客，甚至有外地人搬到这片来喝。非常舒服，这个环境很原始啊哈，不输日本啊。这个环境也不输日月潭，对我们整个生态都没有什么破坏哈，比较原始。其实我是爱上它，我才会留在这里哈。本来是台北人嘛，啊，你一个都会区来讲，我把我原来的工作啊，营造的部分，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就下来了，我就完全丢掉了，就开始在乡下也拿起锄头哈。老台湾其他嘅水库比较起来，明德水库嘅名声唔算很有名，不过佢嘅公共资源一系列也唔算差到。苗栗县长刘振凤上任以后，就显示爱推动苗栗来发展观光产业，其中一步就爱提明德水库周边来起大型嘅观光饭店。然后记者有出片片，做人家看到东江，做明德水库吼一片，韩国来一片，照片呢也做一个8公庙吼，再过来系列呢，一片做有总共吼2块地，迄12公顷呢，吼一个呢3亩地呢，迄以后吼目前2月份做开工的吼，目前呢有得太财团总共投资投资40人亿，起一个总共有800间房间的观光大饭店的一个所在地。明德水库原来是能够它成立为这样最重要的观光的旗舰计划第7，观光的旗舰，因为有一个这个太空的这个大饭店进来的话，我想我们绝对可以媲美于日月潭的涵碧楼。那这样子能够把它提升起来的时候，绝对对我们苗栗的这个头屋啦、铁屋啦、苗栗啦、公馆啦，也系所在超强的，这超强的供应，这附近的大家商机啊。一定可以拉起来。县长刘振凤证实，前中华开发董事长刘太仁所成立的创泰集团，在提明德水库村是一间有800间房间的5星级大饭店。其实，一间大饭店的2天梯早就提民国87年就已经开工的，现在整体留起部分的建筑，后背是因为工程经费出现问题，也只好停工，一直到最近。靠天由创泰集团接受投资来起，消息公布之后一传出来，地方人士主要係大眾嘅反應。當然幫助青海啊，因為呢也係頭部鄉啊沒有什麼傳統產業，也沒有工廠在這邊。那當然大財團過來的話，我們是相信是掌聲的掌聲的來歡迎，熱烈的歡迎財團進來。這個飯店到我們苗栗来投资，除了带动我们地方整体的发展以外，那针对的我们明德水库也有很正面的一个发展哈。那这个时候刚刚好可以带动我们明德水库周边的闲置的农舍哈，它可以很乐意的出来做民宿。那对我们整个区域的发展是有很积极正面的一个意义存在。财团啊落在本地方开发啦对于来的地方上观光事业发展啊，旅游品质的提升啊，也有正面的影响，有加分的效果啦因多落去啊，自然就有安尼，我带来安尼双击咪双击对安尼做生意啊，就4、600箱的就有加分的效果啦。
担任明德水库生态技术员嘅陈建良，本身替水库村做卖面嘅谢生理，佢到头部乡长前日来供养，看到嘅商机，欢迎5星级饭店过来。今天我们来帮你安排是这些双人房，那位置是从这边左侧方。那我们的事实上，明德水库村喺去年年中已經有一家高級嘅飯店開業嘅，房價超過1萬部將近3萬元。不過，呢間飯店係利用舊嘅舊式會館所改建嘅，對環境嘅影響還唔算物解。我们的量体才48间哈，事实上我们的总人数才150个人就满了啦。所以我们当初考量的时候就考量500个人，同时用的时候我们的污水排放是怎么处理？所以基础上我们有4个污水排放槽，出来的放流的标准，我们当初一设计的时候就设计到可以排到我们现在一个大的集水的地下水的那个公共的下水道去，所以那个标准已经符合那种容量。不過，最開工嘅5星級觀光飯店是一個全新嘅工廠，房間數多到800間，一開工到正式開業。對於儲存水資源作為主要功能嘅水庫來講，環境嘅破壞恐驚就會發生。以明德水庫來講，目前因為佢有列入一個民生用水嘅一個管轄，所以佢其實是有個水質、水量嘅一個管制。假使講有大型的一個觀光事件就會做啊，難免水質會受到影響。但是對觀光來講唔係真太，對民生用水就會發生一切危險啊。明德水庫主要供應苗栗地區嘅農業灌溉、工業用水，還有小部分嘅民生用水。民生用水涵蓋嘅部分包括了苗栗市、後龍、老頭屋部分嘅地區。萬一水庫水質受到污染，影響嘅嚴重性就做唔得再小看呢。嘅污染嘅水排到水庫啊，那水庫民生用水嘅水質一定會受到影響。唔係講接管呢排開遠的，排到人露天了海項，按露天了海就因為水庫囤水難，迄個水量就已經當少嘅，那又行過嘅較歐洲嘅水又飆落來也好把時間，嘅幾條河壩可能就會變成粗嘅排水溝。生態來講是有一個叫做承載量的關係，所以呢，大型的進來的話呢，那我們是覺得是真的要非常審慎。那我們非常擔心的是，剛剛所講的，要那個船隻。各位可以看一下，這裡這個湖面大概是我們最大的。你認為它可以上來多少船隻到這裡啊？而且我們在這邊做調查，你可以看到對面的右手邊轉彎的地方看不到，那是我們一個什麼東後如池的來的地方。那他現在為什麼願意到這裡來？當然目前已經有遊艇在走，可是什麼？如果各位在想多的時候，這時候的干擾性就已經變大。明德水庫那邊環境當好、當正又當掂先吼。假使講你一種嘅環境係本來嘅當到嘅大飯店過來片實力吼，假使講實力都當到嘅娛樂場所，對人哋嘅環境會有乜嘅樣嘅影響呢？我相信當到嘅鄉親嘅供養也係非常嘅關心嘅。以後按用嘅噪音啊，還有空氣污染啊，呢邊會有影響到，你車輛會當到啊，村呢邊人當到啊，咁外地方有個高爾夫球場嘛也喺床下辦事嘅，當到車輛尤其我一部面前按出啦有到叔叔養撞腳，把老人家聲音呢，行出去一下冇小心，會有危險。5星級飯店可能會帶動明德水庫嘅觀光，同樣也會帶來遊客、車輛還有體色。在水庫村係個1000人嘅居民，深度會強也會少。可能縣政府大力開發水庫嘅觀光，佢哋想一啲配套嘅措施可以用嚟做。因為開下飯店對人苗栗有乜嘅影響？因為排水嘅問題、空氣嘅問題、水嘅問題、廢棄物嘅問題，我們就要向高速來評估。因為要達到我們人家就會也不減輕的影響，當做了開發，通過以後當做做完的事情，唔係講叫幾號申請，人家都准哦。對於
那个地开发案的话，我们其实对那个地区呢，我们是采用说不影响水库的水库的安全，也不影响水库的环保的情形之下来做推动这个开发。一方面可以达到当地的环境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发展，当地的居民那些他们有这个需求嘛，我们给他适当的一个发展这样。新界一个大型的观光饭店2月就会开工，面对水库本身掂清的自然环境，也会建立一个梦地的未来。这样都可以哈。一个离面对水库入口无远的生态池，是长期关心水库生态的苗栗县自然生态协会所进行的一项生态復育的大計劃。柳叶水收好。当时我们是有鉴于苗栗整个生态，需要做保存，所以说我们把会员的土地，我们希望把土地还给大自然，所以说我们协会经过讨论以后，就决定在明德水库做这个生态家园绿色博物馆的计划。一地占地大约3公顷的土地，是生态协会一个会员所主动建出来的。协会爱提一片復育當多種或切種嘅水生植物，還種當多每年植物來相昆蟲。因為土地，因為空間，注重讓生態自然發展。一個工作嚟講，本人做起各方面看到嘅環境當到自然化，自然自然講嘅心情就會開落起來，有嘛平通樣子較少，一下人本來就喺度接觸，也太自然化。喺太片作為蠻難氣嘅空地，嗰無幾久就會開始大開工。就算有人對大飯店嘅開發有一種懷疑嘅態度，不過對發展觀光可能會帶來嘅商機和工作機會，水庫附近嘅居民和商家就係十分嘅期待。因為講按以往嘅財團落來對也沙期來講嘅話，後生人嘅話較有工作嘅機會啦。也唔是講因為一到後生人大部分就外流到外地去，也下去一到有工作機會嘅話。在地嘅後生人就做留到一道嘅工作，咩佢對屋企老人家也生活嘅較好照顧啦。主流台灣大部分嘅農村窮鄉，面對水庫所在嘅頭屋鄉面德村，後生人大量外流，留下來嘅只有老人家、老少人呢。因為慢開發，所以保留嘅珍貴原始嘅自然風貌；也因為缺乏開發，所以漸漸嘅沒落。水庫嘅一片有人看到嘅動態嘅商機，另外一片有人去侵佔漸漸是落態嘅自然嘅生態。兩者之間咁做得深度平衡，需要為政者嘅智慧，還有行動力。因為關係到水質嘅安全，一般來講，水庫嘅蓄水期都愛限制開發。像係強因大台北地區民生用水嘅翡翠水庫就規定到非常嘅嚴格。雖然講明德水庫嘅主要功能係啲農業灌溉用水，不過夜間5星級嘅飯店一定會帶動明德水庫嘅觀光產業。到時節水庫本來有嘅自然生態，係咪做得繼續維持咧？按樣辦來控制觀光客增加所帶來嘅垃圾、老噪音嘅污染，縣政府讓苗栗人都會嚴格監督。节约用水，保护生态环境，全民省水大作战开始喽！洗车的时候以水桶及抹布擦洗，以便减少用水量。在家中使用省水型马桶，或是加装2段式冲水装置或水箱放置保特瓶。
洗澡时将盆浴改为淋浴，要记得定期检查住家有没有漏水状况哦。水源有限，轻松省水，从生活做起。环保署关心您。欢迎上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我哋要讲一个单亲妈妈创业嘅故事。故事嘅主角按做魏强义，本来佢老母爷天天喺中国上海做事嘅老公，过得幸福美满嘅生活。我就在母爷当做对生无祈求，老公竟然同道骗人，甚至留佢到两子外脚出屋卡。分辨嘅大姐实施得魏强义当艰苦嘅，想要去自杀。不过以下嘅佢唔单止行出婚姻模特嘅影响。13年，老母爷学态，和自家创立了三富嘅品牌，建立了自家嘅事业。记者詹淑云、老冯阳山就要老我们讲家嘅故事。对对对，我拿照片给你看好不好？传统嘅蓝卷发布搭配动入书上感嘅设计。呢條辛苦卡板含有看家嘅東西，就全都係37歲嘅魏強義設計嘅。這個呢，小的，還是你應該是看小的，因為這兩款好像類似這樣。對，然後這個是大一點，這是小小。你那時候你跟我說，你只是要提着去買個東西的。因為它這個都是植物染料嘛，就覺得就很天然，會欣賞它每一種印花的圖案，然後每一期不一樣的花色。用天然植物扮藍鏡染出來嘅藍染發布圖案變化動到，從頭本年有冇形容嘅講起。魏強義講，從入嘅書姐會想到藍染發布，主要係因為寫書姐看到阿太做嘅客家藍衫。那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記憶，阿太她穿藍衫，整個藍藍的，那頂多就是滾邊有個紅紅的或是黑黑的，那是第一次。那我覺得阿太穿這衣服還真好看，我也來一件吧。後來才知道，哦，原來那就是客家傳統的藍衫。從拓布爾設計到打扮，魏強義行行到自家來，從來就冇學過服裝設計嘅機會嚟創業，馬街道從頭開始學。因為本錢冇到，佢講正開始做嘅時間，目前買打扮用嘅卡紙就用報紙來學打扮。卡紙有個好處是將來可以再保存，而且卡紙不用像剛剛一樣，在剪布的時候它也會走位。它不會跑。我剛開始是因為真的學打板的時候，家裡可以用的東西就是報紙。那其實報紙是有油墨的，其實手會髒髒的。咪係為了上新本魏強義自家買布兒自家設計，咪係因為按用人創立了自家嘅品牌。但是我沒有錢啊，因為當時我剛開始的時候，如果我去買現貨回來賣，那當然是最便利啊。可是我沒有錢，沒有錢我們只好買布。那買了布，我總不能我賣給你布吧？那我們就要把布做成很多樣的東西。一下下。13年突然冇咗身份，魏強義嘅創業過程比日本人辛苦。除了現實嘅經濟壓力而開，還來照顧細路兒，從頭半無到冇解冇失。不過佢講，每一個笑容係支持佢行下去最大嘅力量。回家會唔會幫媽媽捶背按摩？會，很有力，很有力，對啊，很有力啊。嘿，什麼時候會幫媽媽捶背按摩？睡覺起來，睡覺起來，先踩一踩再起來，這麼貼心哦。我們其實在外面做生意很辛苦啊，有時候在外面苦一苦，可是晚上看到他睡覺的樣子啊，尤其是看他由這麼小變得這麼大，然後變得你抱不動，那個成就感真的不是那個言語所能形容的，然後那一種快樂是無與倫比的，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滿足了。魏強義幫忙為冇想過自家會出來創業。年但佢老妹兒睇人哋上海雪條路嘅老公，就冇3個人個人幸福美滿嘅生活。告訴啲妹兒爭做對上冇祈求，老公就同道人還留幾多兩子愛腳出來。該兩時突然妹兒流浪地冇錢冇錢嘅上海，魏強義才啲就想去自殺。啊，那時候真的很想死啊！可是當時候有一個新聞報道，我覺得那是在上帝在提醒我，就是跟我住在附近的那個港星陳寶蓮。他那是從28樓跳下去，那我當時就是想了很多，我就想陳寶蓮走了，還有人幫他照顧小孩。那我走了，我父母親年紀大了，誰幫我照顧小孩？常姐，我們這一件
为了生活，为签日省区人地名路棚买求生户开始有了创业的想法。第一个月营业额8000，然后第二个月大概1万多，然后就是累积到那个钱累积到3万块钱，然后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想说，我不能卖旧衣服，旧衣服总有卖光的一天，那我接下来做什么？我那时候想到我最爱的蓝印花布，所以就拿那3万块钱买机票，然后回那个上海去买布。3万块其实扣掉机票钱，好像也才剩1万多块钱，也是不多啦。看一下我们的库存，然后还有一些，我每天都要上去剖新货，因为我们是在那个网络拍卖的。本签手为签日从新本最大的名路拍卖开始做，然后为签日已经有自家的店面。不过名路还是其主要的推销管道。当日开店的体积显示清，基础是赠送名气口甜甜蛋，有时间做包装送品，杀人老货寄出去。这2个花色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这2个花色也是目前最畅销的。那因为这2个花纹想要留作纪念，我们就做我们那个相关产品，就是马克杯。为签日设计的蓝印花布商品，是讲是用到名路行样品作为入人来买，看到自家设计的东西，下来消费者穷人买，为签日动欢喜。成就感是来自于客人的赞美。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只要看到我们现在的衣服被大家抢的时间越来越快的时候，然后永远都是断码的时候，那这个成就感是非常的快乐。热量看起来动有中规模的蓝印花布袄，变过来是动气气的台风色，强强做得做。因为这个是设计师为签日，不但想要求作品会好看，还能实用。像我们这件衣服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个蓝印花布衫，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把它翻开来穿。它里面啊，我是做红色的泰丝，那就变成一个很喜气的外套了。整个太红后，颜色看起来很沉，我们就把里面翻起来，就变成一个漂亮的蓝印花布镶边。为签日坚持手工制作，每年日用机器大量生产。大今年推出是各种某强种款式的设计品，大款都是限量生产，4种20辆左右。每日为按用人去设计的东西，从头卖到缺货。手工做才好啊！除了独一无二之外，手工最大的好处是我们是限量。伊的特色就是手工做的。又是天然的，系手工做的就唔会像介机器做的按太量，系手工做的没有感情做的。是外套还是里面的？里面的，我只是要抓那种感觉，好像我在脱，站起来在脱外套啦，你要站上来，站上去，对。好，然后外套。电白入新的作品为签日都会贴片前马到做起来，高强重要的样式是现穿相片，杀人变到澎湃名展行。可能因为自家是什么人线下游，到这些地方叫做动工游。缩小腹，对，好。这件衣服的重点在哪里？你要给我那个东西，你要给我这个细节，因为毕竟他那个衣服的创造者不是摄影师，是我。跳得很可爱啊，可以不用打光啊，耶！有抓到吗？我女儿最吃她这一套了，嘿，对，我女儿最爱跳。在协商的过程地度，为签日为建老业人士讨论，希望拍出来的相片做得清楚的表达出自家的设计理念。我一直很希望不要拍得太lady 或太中国。你反而要比较混搭一点，你要拍得很快乐，然后很自由，然后还有很年轻，然后一点点的可爱。为了避免蓝印花布本年下落雪的感觉，为签日在花布度加入了流行混搭的元素，打破日本人对传统衫服的印象。这个东西大家很熟悉啦，我们客家土花布，又叫做广东土布，这样让它在那个脚下做文章。从业到了下，虽然讲短短4年停停，为签日已经成功打响了自家的品牌，今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万元。透过名路行销，了下各地都有几个人客。我第一个月网拍没有店面的时候，第一个月是8000块，8000块大家帮我扣一下本钱，商品的本钱。那8000块要吃饭，还要小朋友，还要包尿布，还要奶粉钱，其实有点压力。那现在的话是。年收入的话是真的有破100了，就蛮高兴了。茶姐，我们这一件蓝印花布的旗袍还有什么码？除了 L 之外，
XL、XXL 还有没有？有的话都给他。那这个红的也是断码了，红的是真的断码了。没有了，那你最近赶快抢下来了，不然没有了。没有了就把它剥下来哦。从苗栗送来台北割货嘅柳玉青係違簽字嘅勝利牌，最早今日係頭公苗路接受到違簽字嘅濫人發布產品。佢講違簽字嘅設計風格當貼片拍嘅地方絕對買唔到。佢希望佢銀行啊、作家、設計嘅sản婦出去啊，係特別的同別人冇共用嘅，係因為是手工設計的嘛，所以它也獨一無二。對，這是他所堅持的。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就想說來隨便看看這樣子，然後就提了一個包包，他就很熱心的說：“哎，你好，哎，這個包包呢，這個他設計的過程跟靈感呢，就很快的就把它介紹出來。”我就覺得，哎，這個老闆挺特別的嘛，他設計的東西他都還記得。違簽字嘅濫人發布名上見來見台。台北站客家文化展期和貼片場期10個主貨。藍山為嘅客家文化嘅青春嘅表現，佢上個哋都提講啊，天一定有藍山嘅迷失。唔過喺藍山嘅豐盛哈，有對金山啊，還是有血肉金，有感覺安尼有嗰種有較傳統一些。我哋講嘅哋延期行嘅係土匪客家哈，又有創新的味道，還要有時尚的風格。有一些啦，都較傳統，伊都講伊想要做按那個方面，不過按你又感覺又貼暗色，佢說呢，先生都講，佢哋做頁面的話呢，其實啦，有個髮色都直接變過來，按嚟看呢，都個冇共用，都個有變化。無論係熱天、冷天，也係春秋嘅主貨，為參與老傳統藍衫做到變化，為台北人客家文化燃起10個嚟3種兩面都做得做嘅主貨，又好看又實用。真歡喜啦，因為先生咧，伊真認真哦，來設計一個衫褲。佢說呢，然後來咩講到，應該衫褲要按獎哦，哪位買啊？人都講無法度買哦，有個想我來做都來客家文化延期，都來也來工作。這段時間這樣走過來，最大成就感是什麼？小孩子長得肥肥胖胖的，然後創立了自己的品牌。因為當時覺得自己是個一無是處，被人拋棄的，講得不好聽就是敝屣，就是破鞋。你那時候真的是很沒有自信心。我覺得種種的成就造就了自己的自信心，這是最大的收穫。6人短短嘅頭那麼從頭開容上面嘅違簽字，總係俾人親切嘅感覺。從苗栗澎湃開始做起，到了下自創品牌，建立自家嘅事業。違簽字行出離婚嘅人脈，未行出自家嘅一條大路。一歸路行過來雖然辛苦，不過看到自家嘅作品當被人中意，還就每日漸漸長大。佢講呢就係最大嘅滿足。阿泰做嘅客家藍衫係魏強義嘅童年記憶，也意外成為佢行出分辨嘅重要力量。嗰樣時，魏強義帶着mọi嘢轉到台灣，冇錢也冇乜嘅收入，正做嘅簽時可能掃描去澎湃舊衫褲來落實。可能係什麼人天有嘅堅愛，魏強義留傳統嘅藍印花布，加上一些創意留構思，開發嚟屬於自家嘅品牌，也潛在嘅自信。佢講：以下看到乜嘢本期學到風流花彩，就係前台嘅成就。佢也希望自家嘅故事做得鼓勵到老佢有同樣情況嘅五線朋友，絕對有路做得行，樂觀嘅面對所有嘅挑戰，就天錯做得行出去。來一條吼，專門咩幾件啊？我收进来了。这是第一季，现在这个万人烫很少人烫，可是烫出来的纸很好。洗條洗到素會筆啊，會棉啊。也是有相關觀眾講厲害。不會。
我总要印洗头印象，讲我洗到十头才不会出事。我印洗印象，不过加哈也是给我奠定一个基础啦，哈，就是洗头毛膜，你要认识头毛的质，哦，用把迄个质哈，迄粗的、迄油的、迄自然卷的，哦，反正洗动多头，就会对了底部去认识头毛。也是这个也是给我的一个基础啊。就是不服输啦，应该是说你他刚你那这样的精神哈，就是不会轻易服输这样。上多利用那个时间帮休息的时间。打烊以后吗？对，有时候就是打烊以后啊。每天都会画呀？没有，你还没认真。我对画图以后，尤其是画油画以后，我的头脑毛做起来，感觉比以前还好。会进步。嘿，还好过较强。这个感觉还有信心。你那个打扮都讲的话，你就会感觉讲，哎，那个实在很有成就感，就感觉哈，很不错啊那些。生活从伫树头木组之间咯，客家天师鼓励对养生有兴趣的人，无本出群，无限主题，老爷感通接下来，向下来参加客家天师第3就是大喜路纪录片的真爱活动，详细嘅内容请上客家天师网站www.客家tv.org.tw。3年嘅1年到2年，然而特殊嘅季節，了為人天水下容易冇限制。一空空嘅熱推，根本就冇影響嘅前天。未來會用辦到提供。這邊真是很唔容易咧，因為我記得3點唔同，一點同嘅面積。武漢山藥嘅發達，為苗栗南莊帶來無限商機。如果按你嘅發展，咁今嘅所有南莊人。專業嘅新聞團隨本看到豐富嘅客家。禮拜3暗頭10點，客家新聞雜誌。老實人講，言情不宜勸鄰，鄰舍之間嘅情感網絡係非常珍貴嘅。今日記者羅分生老范群粉就要老講一則發生喺苗栗縣銅鑼鄉興隆村親友人情味嘅故事。一個莊內有一家人，69歲嘅屋主3年前病腦筋行動唔方便，本來負責賺錢嘅伴娘年頭又發生了車禍，要休養半年。屋卡地度還有一個需要人照顧嘅7歲成人呢。一個時節，附近鄰舍主動發揮愛心，差唔多歸村窮下來。唔單止聽數照顧成人呢，還負責治理歸屋卡人嘅山川，聽數也無人渡過難關。但仍然是一群等影響嘅村民。而家簡單嘅送菜動作，全體嘅係平凡，實有溫馨嘅鄰里情感。唔帶芒菜來喏，帶快菜啦，快菜啊，係啦，俺想帶快菜咯，就想就分幾時啦，係啦，啊，唔係從頭啦，看菜嚟，係啦，係啦，連沙聽數啊。連下講係聽數嘅對象，就係持村長業務3個人，69歲嘅持村長，
本來係屋卡唯一賺錢嘅人，不過3年前佢突然中風，行動唔方便，連開齋講話都有困難。你啊，唔會啊，我冇做這事，咪做幾兩。池村長中風之後，屋卡嘅經濟負擔就由42歲嘅伴娘鍾小燕負責。不過3個月前，鍾小燕騎奧多拜發生車禍，本台闖紅燈嘅調查報道，尖腳四腳被斷劈，鬼屋卡嘅經濟一下那唔知要養個啥。傷口蠻嚴重的，要接骨軸，開放性骨軸嘛，2隻骨全部斷掉，然後接起來了，有一個地方那個肉壞死，然後又挖掉以後又挖掉了，然後又割這個大腿的皮，補另外一個地方，不是補這個壞死的地方哦。人家家裡他就說沒有錢啊，又說我家裡又沒錢，又怎麼樣？房子又貸款，我沒有這個銀行錢沒有還的話，我房子會給封掉。我聽到我真的我也不曉得要怎麼講，因為2個人倒霉嘛。呢場車禍雖然鍾小燕係受害者，不過冇得到肇事者合理嘅賠償，佢連醫藥費都查出付唔出來。屋卡有44個有中風嘅老公，還有一個7歲胎嘅細人，連3個意外，本持屋感覺已經看唔到未來。該在隔壁鄰舍托其帶院期間，主動協助照顧屋卡，本了解對中國公司加高了嘅心跳，感受到台灣溫暖嘅人情味。對我一家人對我很好，我不曉得要怎麼樣報答他們，真的很好。跟這個杜大哥，我住院20多天，快1個月。我說小孩子不曉得怎麼辦，要上學，不曉得誰要幫我帶，他馬上就出聲說我他幫我帶。我真的碰到這種鄰居啊，真的很好很好。我現在脾氣雖然是脾氣不好，但是我感覺村莊的鄰居對我那麼好，我很溫暖，你知道嗎？有時候自己想一想，自己嫁老公年紀大，又人家說錢沒錢啊，人又那麼老，房子不像房子啊。講定，鍾小燕差唔多會叫出來。10年前，佢對中國公司交來苗栗銅鑼一個西藏下，同太極將軍30歲嘅老公池村長過定簡單嘅生活。本來池村長平常係剃頭男模界，也係到外地做小工，收入唔係多，則還過得起。老公中風之後，佢就開始學剃頭。我們村莊現在目前都沒人理啊，就看能不能加減做一點點啊。加減做就有一點伙食費補助下去啊。還沒學會啊，就過年後就抽貨呀。一下鍾小燕安心嘅土屋卡歇困，因為三餐有鄰舍負責，老公嘅細心，熱心嘅村長也冇來聽笑。本來這本阿妹細心嘅來，也冇個安人人，托阿妹帶院期間開始接受鄰舍嘅照顧。10年就沒有幫我孫子洗澡了唄啊！叫我去搞去洗醫生醫院洗洗。阿叔過來，帶照一下相，回家了啊，回家了啊。以為堂爸冇？冇咯，佢清乖啊，佢讀書第1名哦。哦，鞋子穿起來。當然，佢他唔包得出來。當場嚟講，佢做嘢安好啊，嗰家老公中風有3年太難嘅咩？要按辛苦啊，我特別咩白色無涯白手成家人啊，所以我去個試過安尼大幾個月，所以今年呢，你有困難嘅做啲幫忙人啊。去奧多拜呀。土병順也會騎定奧多拜，到2公里遠嘅蔬菜寬水。腳也3種是呀。
啊，今日就看咧。其他的看水了就好。啊，谢谢了，谢谢大哥了，你看，你辛苦了。林夏嘅熱心，鍾小燕除了感謝，還係感謝，其他少嘅係中風嘅老公最近病情惡化，身體也變解較唔好。數號嘛，數號啦嗬，冇力咯，數都冇力啦。你也吃饭吃的一碗多嘛？是唔多一碗啊？这边啊，哪本事都一碗差不多了哈，是一碗啊。你看他又发脾气了。又发脾气，要啊？村长跟你讲话。那种讲法啊。村长跟你讲话。那种讲法啊。用讲法讲是有一碗饭冇啦。哦，有都好嘅啊，钱都冇咯，唔 OK。他讲我们听不懂啊，讲好几遍你听不懂，他都会发脾气啊。不管对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我说你，假如说你不要听我讲话，你也可以进房间睡你的觉。你不要再发脾气，对人家不好意思咩？朋友来这里聊天，关心我们来这里，你又发脾气咩？我们邻居村庄人对我们那么好啊，你乱发脾气不行啊。感觉来不进啊，他还对人家发脾气啊。慈母嘅家境本來就無好，一下又發生安尼嘅事，連下弄當同情。見講慈村長平常做人當好，普遍本其身體並無好，見看了也當唔攀得。聽下一張當口嘅鐵條拿冇得，皮已經變黃，還爛了一個太空。做下有一半嘅空間就到排水橋上邊，個我半嘅田已經爬入來，落雨天還冇流水。落雨煮飯都帶力麻掉，我講去年我搬去，那面上工作也有核准，都補到13萬空啊！冇流水睇緊，看到安尼呢，偏數。唔好冇偏數咪，要再提撞高偏數，有啲人拿到錢，見到錢來提撞偏數，哦，有那撞好也都撞好都唔會流水嘅，唔會流水佢變成咗而家佢成份都未較自然嘅咩，唔會個見落雨都潮啊！採訪兩日都好係落雨天，本人唔敢想象，可比4年前冇降過，似乎一下可能行到流水。對住啱嘅錯訪，男主人當場冇乜嘅反應，失望嘅是健康我輩。鍾小燕也當時老公嘅情緒該冇問題。你看他發脾氣呢，讓我演得下去呢，真的很傷腦筋呢。發脾氣，冇發脾氣啦。真的很傷腦筋呢，不曉得要拿他怎麼辦好。他好像沒有，好像後上去，好像電視上好像沒有面積一樣啊。慈村長嘅身體，眼嚟到外人要到斷唔掉。唔過連下適當時的體諒。偏人偏久的身體會較唔好啊嘛。哎啦，不過你唔好講當很在意啊。不會啦，眼睛不得見人啦哈，太搞不上。係啊。日記眼睛不如勸人，本人感受到娘娘嘅人情味。喺家嗬，當姿勢啦，嚟上班啦嗬，就會喺無苦攞茶，就會我老婆喺邊個阿田莊誒追捱。馬上就來追來。以前蠻普遍啊，30年咧，10年前啊你啦。呀，以前啦嗬，以前藝腳佢腳喺中下嗬，原來我係做飯，一時撞到嘢嗬，無奈何咪為了個生意還死啊嗬，我照顧啊嗬，因為中年啦，因為中年啦，他講你冇嘢，我嚟看住啦。誰也不喜歡發生這種事情，獨到的就愛。哎呀，事情都發生到安尼來。對啊，就會承擔。他拿不上分數啊。兩人嘅節目當鬧熱，幾位老年下弄來咧。雖然是村長剛開始
还是有点无欢喜。不过罗林下嘅话，佢当场又到听。换面子哦，做唔得哦，你换面子哦，我当然冇来哦，我照顾人对喎，对冇？他家人都照顾对冇？安尼样，唔要看安尼样，从小面。姑娘那样太了。姑娘那样太的。可能都行。冇了，做唔得咯。俗世界罗林下，每等佢讲讲笑笑，总算本市村长卸下心防，露出难得嘅笑容。笑了，慈母嘅天下充满定笑声，无结叫，做下地摆开始无限之家。糖啦，嗬。你炒飯菜咯？炒玻璃菜。炒玻璃菜啊？嗰做一糖，嗰日挑夫一點咧，嗰暗肉，整好誒。主要都有食嘅。做鹌鹑菜啊？怎樣呢？我係買咗會爛啦，跟爛就會甜啦。對慈母來講，一餐已經當澎湃咧。連下受慈村長業務仍有無啦，肉、青菜、豆腐都有準備。雖然只係簡單嘅三菜一湯，實係代表得難得嘅鄰里情感。人情不如眷鄰一句話，同慈村長嘅屋下就係呢真實嘅相認得。希望人嘅生活，全靠政府每一年7000元嘅殘障福利補助，留親戚朋友嘅捐款，過到相當辛苦。其太太總收人嘅腳上至少要受用半年才會好，慈母嘅奶爺又會讀小學，故所夫妻連沙以下打算愛發通募款，本日家人做得安心過日咧。連沙嘅熱心，慈母人都感受到嘅。尤其係從中國嫁到台灣嘅中小人，更加係親身感受到台灣濃濃嘅人情味。佢一直講，等家嘅生好嘅，一定會上網報答，也就是聽數過幾道嘅連沙。發生第4宗頭嘅平凡故事，傳達嘅就係人老人之間親難得又珍貴嘅情感。以上就係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感謝大家嘅收看。以下除咗看電視，啲網絡學也做得看到呢啲節目。只要上客家電視嘅網頁入到陽影中心，就做得看到最新一期嘅客家新聞雜誌。客家電視嘅名字係 www.hakatv.org.tw。下一個禮拜記得用一個時間收看呢啲節目。新聞大家按時勢再會。